主耶和华的神临到我，因为耶和华应由我，互我传福音互送乡的人，找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受掠的得到透放，受关的出家牢，报告耶和华欢喜的日，甲咱的上帝报仇的日，安慰一切悲哀的人。伫细汉悲哀的人，用花帽赏赐伊，来替花灰；欢喜的油来替悲哀，娱乐的衫来替忧愁的心，互因称做公义的树，就是耶和华所在的，来显明家己的荣光。咱三工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先请主耶稣来到这世间，带来和平、喜乐甲良善，带阮行出优秀的心，伫罪恶中得到逃放，到伫有毋茫、有疼、有平安的所在。阮也满心感谢你赏赐阮一个囡仔，恳求主，你伫未来的路程当中，有你喜乐、平安的灵，甲阮全家同在。也求你赐予阮做父母的，有对你遐来的智慧甲温柔的心，伫你的引带摆你一同成长，学习你的模样，成做你所欢喜的囝儿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免。